重量的问题。我先向各位报告，就是战车的重量M1A2 大概是63吨。那本身因为它配备的是1500匹马力的燃气涡轮的这个引擎，所以说本身的机动力没有问题。那至于说它的重量这个部分，我们在采购之前，针对我们台湾的桥梁以及道路都有做过测试跟评估，在承受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说它的运输方面因为它的重量问题我们也配合的在相关采购的部分有一定的数据来做运输的这个功能。最后再说明的就是说，本身虽然是这么重，但实际上就日本、韩国或是英国等国，他们的地形跟我们台湾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的战车的重量大概也是这个重量，所以说这个机动力跟我们战术运用方面是没有问题。详细的问题，这首先向国人报告就是说，当然在目前美军的 M1 这个 A2 的形式里面已经到 V3这部分我们依据我们整个的作战需求来做相关性能的这个提出跟购置，所以说这个部分会在后面在做发家书的研讨的时候，整个品项我们还做细部的这个研讨，这是第一个问题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它这个标两洞炮的这个部分。那这部分当然我们现在的产能是105公里。那这部分未来在我们相关的规划项目是有列入的炮弹随车的炮弹，还有整个生产线，到时候我们也是会在后面的相关这个研讨品项的时候做一个研讨。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这个战场救济的问题，没有错，现在我们是 A1 的形式，那也跟国人报告就说，在 A2 的部分我们这个一并有考量在这次军售里面会一并采购。以上报告。美方没有公布的话，就代表这一波没有。没有，它是整套。到时候我们8月份的时候会包含弹药，或是这个救济车辆，或是运输车辆，我们会一起。如果说我们这次公布的，其实连 M1 搭配的机枪它都有在公告上面的话，那如果救济车可能没有公告，然后突然8月又蹦出来吗？没有，我们本身提出的需求就有。但这一波美军并没有，美国国防部并没有公布这个，没有公布说提供108辆M1A2 以及可能几辆的 M88，没有。这个他公布的只是一个大项而已。那你真正细目的要在等他那个发价书需求生产来了以后，我们再一个一个签。对，那陆军是有提出这个需求。